你没拿回家来。你没拿回家来。你别做买啊！大家你要紧走，你袂要笑。你别做买，你别我比赛，你别我比赛。好大卖走。我有比赛。啊，你好大卖走啊！我比赛跟我来开的。你我来讲，有种就不要跑。我搞大着你。无啊，你较来的啦。我袂当我比赛奇怪。较来啊！你要大汉吗？你真正是哦。我爱用笑的哦。你从来啊？你遐济啦！你遐较济。来啊！你遐济。你和我咧说都无好，你就较来的。我从哪去？啊，较来啊！我从哪去？啊，你闪吗？我别人我比赛来来着哦。人袂当我比赛吗？你袂当我比赛，别人袂当我比你遐赛。侪比赛人好吗？啊，我想要安尼啊，会上啊。莫你较假啊！比较会上袂使哦。我有甲你讲袂使吗？对啊，啊无你安尼个动作，你要怎来？对无？是你修养无好，还是别人修养无好？你人莫聊啊，我伫遐说嘛，奇怪嘞。我比赛。是在你来着啊？去啦，玩死！啊，你先去遐坐。你先来。你来。你先来。你去遐坐。你先来吧，你先行啥？你要怎来？你着对遮要开门，要随后要出去啊？你遐坐啦，真诶啦，紧诶啦。莫了浪费大家时间要下班啊。去啦，你对着。嘛？对啊。我袂来拍你甲紧去，干过用用的啊？甲紧去。啊，你老怕你输啦？好。我是相信你的人品吗？你要做无品的人，是你要做有品的人。你是英明靠这大后，我是甲你讲的啊。好啦，我无遐无品啦，还没去啦，无路用卡笑。你我连门都开袂开。来，你。去啊，无路用卡笑，你看。亲一下，全台唯一一个亲到翁来的女人就是我。那这也是你第一次上广播节目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还一直在问我弟这到底是什么。我真的看你的影片会笑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骗倒我了。你逗乐我，就是因为你真的是脏话讲得很好。可你们节目是可以讲脏话的。录音了，那本来就说要怎么样，肯定被公民各位安尼，被阿公无爱食嘛，你搁伫遐笑，你遐规工伫遐我讲话。我现在我被他骂的。你这样，他最长可以讲几分钟？大概可以讲到3到5分钟，很长哎。19.5不含头。我是用生命在讲，而且聊到声音会闭塞。哎，那翁来，你愿意接我这个 podcast 通告，是你觉得我会问你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会问我什么。哦，我不需要任何反纲，我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但是我认为只要人是对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。他圈我粉了，他圈我粉了。我给你金姐好不好？金姐哦，我要亲她的脸颊哦。等一下哦，脸颊就好，脸颊就好。维尔都没亲到，强强有亲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有我亲到。不要害怕，我觉得他有点害怕。亲一下哦。哇，好了，全台唯一一个亲到翁来的女人就是我。差不多这一发要发六。那你心目中的好太太定义是什么？比如说会做饭吗？还是说一定要陪公婆住？不一定要陪公婆，煮饭当然是会最好，但是不会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我从小我妈也不会煮饭。你可我妈以接受煮了一手外食。烂菜，超烂。对，我妈有几样拿手的，炸花枝丸，对，炸花枝丸、水饺，然后跟荷包蛋啊，还有泡面。哦，这几个也是我我们一桶瓦厉害的。斯用了3年呢。对后来那个市场老板他拿那个泡茶那种很小壶的，跟我们说你们弄这个就好。因为我们要台风来才会煮，平常都不会煮。真的有一年没有台风，那年就没煮了。我妈叫那桶瓦斯叫完之后，见到那个老板是5年后的事。但是那我还是煮了2年都煮不完。对